即係當我哋睇下烏克蘭同俄羅斯呢兩個國家嘅時候咧，烏克蘭確實係弱小得多。咁但係我諗大家都知道啦，就係話戰爭打嘅就係錢啊。而根據我哋成日都會聽到嘅一種講法咧，俄羅斯嘅 GDP 就係連一個廣州都不如。咁同埋我哋當然由一開始已經係受到最嚴厲嘅制裁啦。咁所以從美國嘅角度嚟睇咧，呢件事都幾羞家。因為俄羅斯雖然就號稱世界第三強權咧，但佢哋嘅 GDP 都唔及一個紐約州，而且就係堂堂世界一哥，同埋你仲要有成個歐洲支持，咁點解你都冇辦法令區區嘅俄羅斯屈服嘅？不過其實從歷史嚟睇，呢個都唔值得我哋咁驚訝，即係好似越戰咁樣咯。咁美國當年就係親自派兵去對抗呢個越共咯。咁但係即使佢哋投入咗大量嘅資源同人命，結果都係一無所得。咁所以喺佢哋從越南撤軍嘅2年後咧，越共就係非常輕鬆咁統一咗成個越南。而呢個又導致到啲咩？就係美國就好長時間都唔敢再介入任何海外戰爭。咁所以後來就有一個名詞去形容呢一種心理創傷咧，就係呢個越南症啊。而家就係一路延續到90年代，因為我哋都知道就係喺1990年嘅時候，美國就發動咗第一次嘅波斯灣戰爭。而呢個就係一場非常之迅速同埋成功嘅戰爭嚟。咁所以佢哋當時就心諗啦，哇，原來戰爭係可以咁輕鬆嘅。於是之前提到嘅越南症咧，而家都可以話係一掃而空。咁當然呢個就開啟咗更多戰爭嘅大門啦，即係好似後來嘅伊拉克啊，又即係阿富汗啊，呢啲都係美國要花10幾20年去收拾佢哋嘅爛攤子。咁所以到咗2016年嘅時候，美國人都已經係非常厭戰，而家就導致川普當選咯。因為同布殊啊、奧巴馬、希拉里，甚至同拜登都好唔同嘅就係咧，川普確實係知道美國嘅干預主義所帶嚟嘅災難。咁所以佢而家就結束咗呢個俄烏戰爭。但係如果今日唔係佢在位嘅話咧，呢場戰爭到而家都未必會停。